报道。排气量250cc 以上的重型机车，就互看作是汽车，所以是适用汽车的法规。也毋过，台中市有14间公家的停车场哦，公告讲红牌甲黄牌的重型机车是袂当停，讲是因为捌有乌多摆伫上架落街时累残。各民众不满抗议，台中市政府是表示讲，因会过来检讨。立体停车场入口的所在有明显公告禁止大型重机进入。台中市政府去年底公告，全市17位设施较老旧、坡道比超过1:8公有立体停车场禁止红牌重机停车，引起了骑重机的人不满。重机我本来就可以停汽车格嘛，对啊，平路都可以，为什么地下不行？就为了那个坡道，那坡道那当然就是你自己能操作，但你下去就下去啊，对，就不要让坡道那么陡就好了。对，然后或者是改个材质之类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个坡很陡，然后会有危险性，就往下滑这样。重机车友认为，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明定，重机会使比较自小客。台中市却限制重机伫咧公有停车场停车。重机徛伫咧坡道是毋是安全，牵涉到个人的技术、地面摩擦系数、排水等等的问题。这项公告明显侵害到徛重机的人权益。台中市府是强调，去年曾经发生大型重机伫咧公有停车场出倒的事故，才有这个考量。除了坡度较一般道路陡外同时又有相当回转处的横断面超高的设计尤其我们去年有发生过那个重机的部分，在我们公有地停车场的滑倒事件为维护整个车辆的通行跟驾驶安全。我们交通局在去年12月19号有公告。交通局表示，会伫咧6月初进前重新盘点各停车场车道坡度、风骨系数等状况，检讨部分楼层或者是空间，予大型重型机车来停，维护停车场停车的安全，而且兼顾各类车辆停车的权益。记者台中报道。